各位街坊，今日帶大家睇嘅係中山 CBD 性價比之選，永怡最豪園。8000蚊一方嘅核心地段，呢個價位響大灣區買少之又少。項目位於深中通道出口位，揸車45分鐘到深圳前海。附近仲有中港直通巴，返香港嘆香飲茶輕輕鬆鬆啦。5分鐘車程覆蓋遠洋城、Coco City、富日城3大商圈，超市、酒樓都有，同住香港市區幾乎冇分別。重點嚟啦，1280尺3房，首期14萬，月供4000蚊，平過你喺香港租車位啊！3.9米嘅客廳，闊到可以打羽毛球啊！呢邊做咗個 open kitchen， 老公湊住仔，你都可以同佢傾偈啊！咁開闊嘅觀景陽台，日頭望別墅山景，晚黑數星星，香港1000尺豪宅都冇呢種 feel 啦！有興趣嘅朋友即刻聯繫卡華睇樓啦！另外，卡華用咗10年嘅地產經驗總結咗去中山、珠海大多數香港人選擇嘅屋苑，入邊有晒每個樓盤嘅優缺點同埋最終實價。有興趣喺大灣區置業嘅朋友，快啲私信我領取啦！